傳道書第12章。你趁着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，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，當紀念造你的主。不要等到日頭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變為黑暗，雨後雲彩返回。看守房屋的發顫，有力的屈身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。街門關閉，推磨的響聲微小，雀鳥一叫，人就起來，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。人怕高處，路上有驚慌，杏樹開花，蚱蜢成為重擔，人所願的也都廢掉，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，吊喪的在街上往來。銀鏈折斷，金罐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損壞，水輪在井口破爛，塵土仍歸於地，靈仍歸於賜靈的神。傳道者說：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。再者，傳道者因有智慧，仍將知識教訓眾人，又默想，又考察，又曾說許多箴言。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，是憑正直寫的誠實話。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，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，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。我兒，還有一層，你當受勸戒。著書多，沒有窮盡；讀書多，身體疲倦。這些事都已聽見了。總意就是敬畏神，謹守他的誡命，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，或作這是眾人的本分。因為人所作的事，連一切隱藏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，神都必審問。